喺東京有一位咁樣嘅職人，佢用19年嘅時間做同一樣嘢，令到啲帽翻到佢原本應該有嘅樣。佢就係圓卷史也 Humiya Tsurumaki，The HW Dog 嘅創辦人。對佢嚟講，帽唔係配件，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，一段時間嘅記錄。一頂帽話俾你聽何謂歷久常新。1986年出世嘅圓卷史也，後生嗰陣時喺古着店磨練打版同改製技巧，隨之後就入到去日本代表性嘅帽飾品牌卡斯拿。7年嘅時間，佢從製作助理一路做到成為設計指導。佢發現真正嘅品質唔係在於機械嘅精準，而係手嘅記憶。嗰份溫度同唔完美，正正係工藝嘅靈魂。2015年，佢創立咗 The HW Dog， 一個令到帽重拾工藝精神嘅牌子。HW 係 Headwear 嘅縮寫 ，Dog 就係圓卷對於男性嘅一種幽默觀察。佢話男人有時候都幾邋遢、好笨拙嘅，好似狗仔一樣傻傻地，咁但係反而咧就好得意，就係因為呢一份隨性同埋誠實，亦都成為咗品牌精神嘅一部分。於是 The HW Dog 就成為咗忠誠同頑皮、傳統同自由並存嘅象徵。佢分享佢喺東京嘅工作室裏邊收藏住3部超過100年嘅老機器：1910年嘅Singer、1920年代嘅粗線縫機、1930年代嘅 Union Special。嗰啲細微嘅震動、歪歪斜斜嘅線跡，係佢認為最靚嘅痕跡。喺每一頂帽嘅製作過程裏邊，佢都親手操作，令到布料、蒸汽、火焰同時間交融，縫出工藝嘅呼吸。品牌理念簡單而又堅定，就係返到機械生產之前嘅時代。The HW Dog 將19世紀末到1940年代嘅製帽技術復興，結合軍事結構同古典剪裁，喺老機器同現代思維之間揾到手嘅節奏。而家牌子已經遍佈14個國家，超過40座城市。咁但係圓卷始終堅持，我唔想變大，只係想令到更加多嘅人感受到帽嘅靈魂。The HW Dog 嘅設計靈感橫跨3個時代：1860年到1930年嘅手工品質，1940年到1960年嘅軍事機能，以及1900年代歐美藍領嘅工裝精神。對圓卷嚟講咧，設計靈感咧係無處不在嘅。佢中意從電影、日常街景，甚至乎睇 IG 咧獲得啟發。每當腦中咧閃現靈感嗰陣時咧，佢就會即刻攞低 memo 紙擲低。嗰啲咧係佢珍惜自己感受嘅方式嚟嘅。佢分享到就話啦：我唔想浪費任何一個瞬間嘅靈感，因為嗰啲咧係同自己誠實對話嘅時刻嚟嘅。隨住時間，佢望住潮流嘅變化，中意着 boot 嘅人開始着波鞋，中意戴紳士帽嘅人開始戴鴨舌帽。佢唔係抗拒，而係擁抱。佢將呢一種時代嘅轉變融入設計，令到傳統嘅工藝有咗新嘅生命。雖然 The HW Dog 係紳士帽牌子，咁但係近年嚟好多女性都愛上咗牌子嘅貝雷帽同禮帽。佢話：我非常之歡迎中意男士風格嘅女性。對佢嚟講，風格係冇性別嘅，只係得態度。The HW Dog 帽上面嗰一塊紙質嘅標籤係牌子最具代表性嘅符號，靈感來源於20世紀初嘅美國。當時大家經常會將棒球票、火車票等嘅票根釘喺帽上面留作紀念。圓卷就復刻咗呢個傳統，令到一張票根成為帽同故事之間嘅連結。而家街上面嘅男男女女都會將嗰一塊標籤戴喺頭上面，或者呢個只係潮流。但係如果冇 The HW Dog 嘅堅持，呢份失落嘅文明已經早已不復存在。2023年，佢以自己嘅名推出高階系列，呢一個亦都係佢職人生涯嘅結晶。從頭為測量、選料、塑形到定型，每一步都係由佢親自完成。佢使用1900年製嘅法國古董測量儀 Conformator， 為顧客描繪最獨特嘅頭型曲線。呢一個唔單止係定製，係一次同職人共創嘅體驗啊！今年 The HW Dog 首次將日本以外嘅訂製服務帶到嚟香港，由圓卷史也親自打造專屬帽款，無論係火燒舊化、手繪彩染，亦或係模板印刷，又或者係專屬定製，每一次都好似一場即興創作嘅表演咁啊！嗰日啦，我就揀咗牌子創立嗰陣時設計嘅第一頂帽 D00001 定番 baseball cap 作為我嘅客製帽型。揀佢係因為佢代表咗牌子嘅起點，從嗰一頂帽開始 ，HW Dog 嘅故事誕生，亦都象徵住呢一場體驗翻到原點。我就揀咗2項工藝：火燒舊化同手繪彩染。當我近距離見證住呢個製作嘅過程，嗰種感覺咧係難以形容嘅，既安靜又充滿住張力，有種講唔出嘅興奮啊！
喺佢進行手繪嗰陣時，我留意到一樣比較得意嘅嘢，圓卷原來係左腰嘅，佢專注咁一筆一畫喺帽身上面寫低 Shall we flog 呢幾個英文字母，筆尖嘅觸感同呼吸聲嘅交錯，每一道嘅筆跡都好似進行緊一種對話。跟住就係大家最期待嘅環節，火燒舊花。圓卷先喺帽身上面塗滿顏料，然之後點燃火焰。當火光掠過布面，顏料滲入纖維嘅瞬間，你會突然間意識到嗰個唔單止係一頂帽嘅誕生啊，而係一段個性被具象化嘅時刻。每一頂帽都帶住工藝嘅呼吸同創造者嘅印記。嗰一日，我終於明白到呢一個亦都係 The HW Dog 嘅真正魅力。佢唔單止製造帽，而係令到每一位戴上佢嘅人都擁有屬於自己嘅故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19年嘅設計歲月，圓卷史也從來都冇偏離過初衷。佢話：我希望大家戴上帽嗰一刻，都能夠感受到嗰個係自己嘅延伸。The HW Dog 係一頂帽，亦都係一段時代嘅記憶。佢教識我哋，真正嘅風格唔係新，而係持續地誠實。